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！好多謝大家睇完片之後俾我寶貴嘅意見，話 DeepSeek 好似好複雜，好難用，老友記未必會識用。等我再做一個簡易版俾大家。其實除咗問 DeepSeek 嚴肅嘅問題，我哋可以隨意同佢傾偈傾心事。依家等我示範俾你睇啦。DeepSeek 後生仔，我個仔成日話忙 ，WhatsApp 都係已讀不回。我煮咗佢最愛嘅陳皮排骨，等到凍晒都冇人食，係咪而家啲後生覺得老人家好煩？你可以對住 DeepSeek 講出你嘅心事，佢會識得回答你，而且佢嘅回答都好有溫度，好窩心，佢仲會開解你。所以如果你悶悶咁，你都可以隨時揾佢傾下偈。如果淨係傾下偈或者問啲簡單嘅問題，就唔需要用到我之前教大家嘅指令原則。你哋可以隨意用 DeepSeek 傾乜嘢話題都得，大家可以試下啦。有咩問題留言俾我，我會盡快回覆。多謝收睇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同埋撳個鐘仔，以後有新片就會即刻知道。拜拜。